九九九九，九，这真是九，这真是有啊！真是九。哦，那我也放个九算了。你的脱骨越狱多少钱出的？啊？哎呀，这把全跑我这来了，我拿不住了都。我是不是输了？你怎么又上了2张？不是了吧？到我啦！一个七，一个七，一个七，一个一个七，七，你没七了。你看你没七了，你真想七。一个八，对吧？一个八，一个八，一个八，八八八八八。八，你怎么老签呢？啊！滚！不让人家。你这是八。一个五，给我，一个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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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五。你怎么撇的这么顺畅？你咋撇这顺畅的是不是我？我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我？我不知道。我赢了。我就没五。一个奖。完了。一个奖。我没了。我赢了。你也不行啊你。好不容易赢一把，不要太狂。你也不行啊你不就赢过这一把吗？你也不行啊你。